詩篇第107章，你們要稱謝耶和華，因他本為善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願耶和華的贖民說這話，就是他從敵人手中所救贖的，從各地、從東、從西、從南、從北所招聚來的。他們在曠野荒地漂流，尋不見可住的城邑，又飢又渴，心裏發昏。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，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搭救他們，又領他們行走直路，使他們往可居住的城邑。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，因他使心裏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裏飢餓的人得飽未成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被困苦和鐵鏈困鎖，是因他們違背神的話語，藐視至高者的旨意，所以他用勞苦治服他們的心，他們仆倒，無人扶助。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，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拯救他們，他從黑暗中和死蔭裏領他們出來，截斷他們的綁繩。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，因為他打破了銅門，砍斷了鐵山。愚妄人因自己的過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，他們心裏厭惡各樣的食物，就臨近死亡。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，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拯救他們，他發命醫治他們，救他們脫離死亡。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，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，歡呼述說他的作為。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經理事務的，他們看見耶和華的作為，並他在深水中的行奇事。因他吩咐，狂風就起來，海中的波浪也揚起。他們上到天空，下到海底，他們的心因患難便消化。他們搖搖晃晃，東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。他們的智慧無法可施，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。他從他們的禍患中領出他們來，他使狂風止息，波浪就平靜，風息浪靜，他們便歡喜。他就引他們到所遠去的海口。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，願他們在民的會中尊崇他，在長老的位上讚美他。他使江河變為曠野，叫水泉變為乾涸之地，使肥地變為鹼地，這都因其間居民的罪惡。他使曠野變為水潭，叫旱地變為水泉。他使飢餓的人住在那裏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，又種田地，栽葡萄樹園，得享所出的土產。他又賜福給他們，叫他們生養眾多，也不叫他們的牲畜減少。他們又因暴虐、患難、愁苦，就減少且卑下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使他們在荒廢無路之地漂流。他卻將窮乏人安置在高處，脫離苦難，使他的家屬多如羊群。正直人看見就歡喜，罪孽之輩必失口無言。凡有智慧的，必在這些事上留心，也不思想耶和華的慈愛。詩篇第108章，大衛的詩歌。神啊，我心堅定，我口要唱詩歌頌。琴瑟啊，你們當醒起，我自己要極早醒起。耶和華啊，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，在列邦中歌頌你，因為你的慈愛大過諸天，你的誠實達到穹蒼。神啊，願你崇高過於諸天，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。求你應允我，用右手拯救我們，好叫你所親愛的人得救。神已經指着他的聖潔說，我要歡樂，我要分開示劍，丈量疏割谷。基列是我的，瑪拿西是我的，以法蓮是護衛我頭的，猶大是我的杖，摩押是我的沐浴盆。我要向以東拋鞋，我必因聖非利士呼喊。誰能領我進堅固城？誰能引我到以東地？神啊，你不是丟棄了我們嗎？神啊，你不和我們的軍兵同去嗎？求你幫助我們攻擊敵人，因為人的幫助是枉然的。
我們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為踐踏我們敵人的就是他。